環境真係有生死陰陽磁場，咁邊3種水晶幫你守住自己嘅氣場呢？嗱，大家有冇試過呢？去完某啲地方之後，突然之間，哇，好攰喎，頭重重，又夜晚發噩夢啦，心口翳住唔舒服，甚至覺得有股無形嘅壓力跟住咗你。嗱，其實環境真係會存在一種生死陰陽嘅磁場，尤其啦，如果去過醫院啦、陰暗嘅地方啦，容易積聚低頻陰氣同負能量。當人運氣嘅低嘅時候咧，身體會容易虛，情緒容易亂，就特別咧容易咧朝野陰暗，頻率會受到干擾，氣場會越嚟越差。所以點解好多人咧會帶一啲高頻水晶啦，幫自己劃開陰陽界線。好似黑曜石咁樣啦，可以吸走低頻嘅一啲雜氣。龍神柱更加可以穩定人體嘅磁場。天鐵咧加強自己嘅頻率啦，仲有唔少得嘅泰國嘅呢個開光力嚟啦，佢能量可以通透嘅，更加之深幫助阻隔無形嘅唔好嘅能量前身。特別係成日返夜工、出入磁場複雜嘅地方，容易敏感嘅人咧更加要守住自己嘅所謂嘅氣場。記住唔好俾低頻能量有機可乘。水晶睇我 Peter Sir，唔會帶到污水。